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到屏东内埔，在这里呢有一间现代化的黑猪肉店，这是老板谢旭中的创意。有这样的黑猪肉店呢，其实提升了猪肉摊的形象不说，也大大推广了客家高品质的黑猪肉。而其实说到了谢旭中，他本来是村长，一直致力推广客家文化。变成老板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呢，靠着客家应景精神，他排除万难，也让客庄呢也能够吃得到美味又高品质的黑猪肉。这就是本店的黑猪肉德国猪脚。猪皮酥酥脆脆，猪肉更是香 Q 有弹性。酥烤6堆黑猪，口感独一无二，要让大家都吃得到。老板谢旭中特别开了一家现代化的猪肉店，让6堆黑猪的形象大升级。亲切的问候，舒适的空间，不但没有猪只的血水，强调保鲜，还有冷气吹，干干净净，很卫生，包装也很讲究。那他这边讲究的就是比较卫生啊，而且是无问题的，而且它是当日宰，当日卖的。就算价格高了点，但还是有很多顾客上门。谢旭中希望用新形象的猪肉摊擦亮6堆黑毛猪的招牌。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那一个景触动了我，想要在自己家乡开一家像日本他们卖猪肉跟卖沙西米一样这种的情景。猪肉摊跟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改变一下，像传统那个猪肉摊，把它做得更环境用得更好一点。不只卖猪肉，他还强调产销制一贯化，连黑猪肉加工品都是自己生产。就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销售，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制作的手工肉制品，我想这样一贯化的生产，绝对不添加瘦肉精跟抗生素的一个猪肉品。不只卖黑猪肉，也让大家可以现场品尝，所以还设置庭园餐厅，让大家吃黑猪肉、猪脚，也能现烤黑猪肉片。五花黑猪肉油而不腻，现烤现吃，要让游客立刻感受6堆黑猪的鲜美口感。多汁，非常的嫩。烤的时候，他们常常说一句说吃这边的梅花牌很有那个幸福感。虽然这些得要砸大钱花成本，但是能够推广6堆客庄猪肉，谢旭中说再苦也愿意。香烤猪脚的皮酥肉嫩，爆浆香肠的扎实饱满，黑猪肉在6堆有如生鱼片的身价，村长老板慢慢堆叠，客家子弟卖猪肉也能爱乡土，也让人见识一段感动时刻。